中原工商鋪為你送上最新嘅商廈租售數據同埋矚目買賣成交。12月份商廈買賣成交宗數約45宗，按月下跌43.75%，按年上升15.38%。成交金額大約83億9970萬，按月上升108.64%，按年上升313.43%。至於租賃方面，10月份嘅商廈租賃成交宗數約462宗，按月上升2.67%，按年上升37.5%。成交金額大約6613萬，按月上升77.26%，按年上升60.24%。跟住一齊睇下各區嘅空置率。12月份，港島區整體空置率12.2%，按月下跌0.33個百分點，按年下跌0.38個百分點。跟住睇下港島各區嘅數據。嚟到九龍區，12月份九龍區整體空置率15.33%，按月下跌0.67個百分點，按年上升1.54個百分點。跟住睇下九龍區各區嘅數據。我哋再睇下12月份5大矚目商廈成交。第5位，金鐘海富中心一座16樓全層，面積大約20,318平方尺，成交價大約3億，平均尺價大約14,765萬元。第4位，鰂魚涌柯達大廈一期全棟，面積有15,6410平方尺，成交價大約8億，平均尺價大約5,115元。第3位，灣仔馬來西亞大廈全棟，面積大約12,2433平方尺，成交價約13億，平均尺價大約10,618元。第2位，九龍塘又一城商業大廈 L3 至 L6 全層，面積大約22,5837平方尺，成交價約19億6千萬，平均尺價大約8,679元。第1位，中環中國建設銀行大廈5至12、15、22及26樓，全層連大堂同18個車位，面積大約11,1622平方尺，成交價約34億9800萬，平均尺價大約31,338元。想睇到更多更快嘅市場資訊，可以登入我哋嘅中原工商鋪網站。